来看国民党侯友宜今仔日总主席朱立伦的陪同去汤圆拜访地方人士，面对外界出现讲要甲侯友宜换掉的声音，朱立伦希望讲全党团结来支持侯友宜。最近各台民嘛定定去拜访患难人士，侯友宜是表示讲大家拢有好朋友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提出要补助私校的学费，访问批评讲是政策买票。另外，民众党的郭文德伫访问中嘛捌讲过讲中国爱选总统哦，也毋过专访的时间甲郭文德的讲法无啥相共，嘛引起质疑。侯友宜伫5日年假23由党主席朱立伦陪伴到桃园参拜兼告征，要稳住北台湾。啊，不过党内话侯友宜的声音是一直拢有，也佫建议放松条款。朱立伦议员定调全党团结，听侯友宜，力抗传出可能独立参选的郭台铭。都算加拜会苗栗县长蒋东锦，侯友宜也无得惊。我们是民主的政党，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千万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全党大家团结一致啊，来共同支持我们党征召的侯友宜。郭董也有郭董的朋友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。郭董跟我都是守护中华民国、爱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。那包括中东锦的县长也是一样的心情。被问到是不是乐见郭外配，或者是郭贵配，侯友宜卡表回应乐见家己当选。另外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提出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，互人批评政策买票。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回击。其实台湾有很多大学生是像这样半工半读才能够完成学业，而且平均是出社会要花5-6年才能够还完学贷的。柯文哲、侯友宜都应该要更有同理心来看待这群孩子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捌讲到，中国爱选总统引起议论。郭文泰反驳是无现象讲，即马专访时阵挖出2016年1月24日道专文，并不是郭文泰讲的2016年9月，一个互人批评是利用八月双城论坛那边告诉。绿营的思想审查仿佛回到了戒严时代了。这样子无限上纲的抹红真的是让人民觉得说，你好像不抹红、不抹黑、不撒币的话，就没有办法选举。民众党也呼吁，希望选举回归到公共政策讨论，唔通只是嘴内政治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